你有冇試過，當你咧同客人介紹產品嘅時候咧，佢突然咧雙手交叉放喺胸前，你可能就會覺得啦，佢開始抗拒，或者咧對你嘅提議冇興趣。但其實咧呢個動作並唔一定代表佢拒絕，而係有兩種嘅可能性。關鍵係點樣去分析。心理學嘅研究發現咧，當人感到不安、防禦甚至有懷疑嘅時候，會不自覺咁交叉雙手，係一種自我保護機制。但係呢個動作仲有另外一個可能性。就係啦，當人專注思考、猶豫不決嘅時候，亦都會交叉雙手嚟增加內心嘅安全感。所以啦，如果客人交叉雙手，但仍然係保持眼神嘅接觸，仲會點頭回應嘅話，咁其實佢只係考慮緊，而唔係抗拒。相反，如果佢交叉雙手、眼神飄移嘅話，甚至身體向後傾，咁就好大機會係對產品有疑慮啦。甚至開始抗拒。嗱，當你見到客人交叉雙手，千祈唔好直接以為佢係唔買啊，而係要進一步確認佢嘅想法。如果佢仲有興趣，但係猶豫，你可以話：睇嚟你都應該有啲嘢考慮緊喎。咁可以講出嚟，等我同你分析下。如果佢係抗拒嘅話，你就要先建立一個信任感。例如，好多人一開始都有相同嘅疑問，但當了解多啲之後就會發現呢個方案真係好適合佢嘅，用呢個從眾效應減低佢嘅防備心，令佢更加願意傾落去。交叉雙手未必代表拒絕，但如果你懂得觀察細節嘅話，配合眼神同埋身體語言，就可以知道客人真正諗緊啲乜嘢。我係 Jack Chan，一個會教你使用唔同嘅暗黑心理學技巧，令你嘅銷售工作變得更 easy。試下用，留言話我知。